記錄一下。剛剛看了一個影片，就說關於觸電的經驗，然後我就想一想，其實我小時候就試過2次觸電，插頭有孔了嘛。那個時候我弟弟就剛剛出生，我就擔心他的手指頭那麼小嘛，就會不小心就會戳進去啊。咁咧我諗住用啲膠布咧捲住佢就將嗰啲窿咧就補好咁啊。我細佬就唔會觸電啦咁樣。咁但係咧你捲完之後你要用鉸剪剪噶嘛，然後我就不小心，然後剪刀一插進去就哇，那個感覺就是很痛苦，但是我真的超級幸運啊！即刻彈開，即係嗰把鉸剪可能把鉸剪比較重啊，咁啊鉸剪係接觸點啊，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唔識死，我第一次，然後我就躺下來，一下沒事啊，就是可能10幾歲的人康復比較快，我猜可能幾分鐘之後我就再做一次同一個動作，我就想要再剪。第二次觸電都細個嘅時候，其實都幾唔小心嘅，屋企人就成日都話我係一個好論盡嘅人咁成日都會整傷自己，譬如流血啊，譬如喺啲高嘅地方跌落嚟啊，又或者玩火啊，爭啲燒到自己啊，又或者係做一啲，因為我細個好中意做一啲小實驗咁啦，咁我印象中試過有幾次係俾啲戒刀啦，一戒就流好多血。咁我大概咧應該喺7、8歲之前咧就已經學識咗呢個世界好危險嘅，就要好好保護自己。所以之後我就大概我應該10歲之後啦，我就沒有受過很大的傷害。流血也沒有很多通常都是人家弄到我自己很少會自己弄傷自己。然後最有趣就是我認識我太太之後，我太太很多地方跟我很接近，所以我們的感情很好，因為我非常了解她。然後對我來說，就她是一個原本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，所以我懂她。咁咧，佢係對於危險咧係冇乜概念嘅，佢直到而家50歲。我啱啱認識嗰陣時咧，就係大家係20幾歲啦。咁我哋識咗，即係由識咗到後尾結婚就20幾年啦。咁嗰陣時20幾歲，咁我都可以理解。咁但係嗰陣時都一直都唔明白嘅。咁去到30幾歲嘅時候，我就有一日我就問佢：哇！你能夠喺呢個地球活咗30幾年啲安然無恙，你真係好幸運。因為我太太譬如過馬路咧，佢係因為佢怕曬噶嘛，佢就會雨傘就會撐到這裡，其實什麼都看不見，就這樣子過。我說哇，很危險。那個時候我剛剛看見他這樣子，我會超級生氣。我覺得如果撞到怎樣？但是其實10幾20年之後，他沒有聽進去了。他現在也是這樣子，而家又變好一啲啲嘅。後尾我就檢討係咪我安全意識太高咧，定因為佢太低咧？咁我覺得係天公俾我個課程嚟嘅，就係大家係即係加埋除以2就最好啦。即係佢就極度唔安全，我就極度安全。咁我影響佢，佢亦都影響我。咁我人生亦都舒服啲嘅。我而家係相對嚟講啦，我冇以前咁擔心危機嘅。我生活得係比較自由自在啲嘅。咁我有一日點解我會諗通，其實我就唔使將個安全係數提到咁高嘅。有陣時撞親下都係流血啫，但係如果你所有嘢都咁安全，係唔會流血，但係你每次都好緊張，即係每一個舉動都咁小心咧，咁其實都好攰噶嘛。咁我其實就喺佢嘅生命中咧，我學習到嘅我就將我自己安全係數咧，後嚟就變翻低，因為我細個就太唔安全啦，所以曾經好幾次係有生命危險啦。之後我就變得過度安全啦，即係所謂嘅矯枉過正。後嚟咧，我就因為透過我太太咧，我就再調整翻。咁我亦都提醒自己就係佢遇到危險嘅時候，我就千祈唔好鬧佢，因為佢都唔想，因為佢腦裏邊有個即係危機意識嗰條線咧，可能冇錯，佢冇危機意識。但係有陣時我真係忍唔住，好似琴日咁又係佢蒸包啊，咁咧啲水乾晒喎，咁個爐係好熱噶嘛，乾晒個爐已經聞到燶味，即係嗰個爐係隨時着火，但係佢好近咁望咧，睇下有咩事。我即刻拉開我如果有啲咩突然間啪你會毀容嘅喎，
呢個唔係第一次講，好多次，即係佢有陣時係即係過馬路嗰啲啊，咁我講好多次。咁後尾有一日我就語重心長咁講句啦，我其實已經接受咗啦。我預咗，即係如果你發生有咩意外咧，其實都係我照顧你，係啊。咁就我覺得人生唔係話你幾小心就冇意外，或者你幾唔小心就有意外，呢嘢係講唔定嘅，係啊。我哋只可以能夠盡我哋所知做好少少啦咁樣。咁但係既然你識咗你幾廿年，你而家50歲你都改唔到咧，我接受嘅。咁但係我希望你聽進去咁樣。咁但係因為我太太係一個無憂無慮嘅人，佢對就係咁咯。咁係你冇危機意識，你咪唔會驚咯，唔會驚咪生活得開心啦。咁但係唔知幾時會發生意外㗎嘛。咁但係我希望即係因為我太太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嘅，咁啊天公一直都好保守佢嘅，50歲都安然無恙，希望即係我哋都安安樂樂咁走埋以下嘅路啦。咁但係我即係亦都係咁講啦，我係願意接受一切天公嘅安排嘅。咁啊記錄到呢度啦，感謝，還是感謝，希望大家平安快樂，拜拜。